哎，哦，那个要8号手册。37栋就回去了。那我可以回去。你要买怎样？亮的哦，啊？要漂亮的签。还没谈够。古墓地，会吗？古墓地会啊。再10分钟就要你哦，好不好？很好哦。嘎啦嘎流汗过你阿西，嘎啦嘎流汗过你阿西，鲁嘎摩鲁巴巴拉吉，鲁嘎摩鲁巴巴拉吉。第一句。好，这个事情。Lalu tamuan hal padahi to kami pada suwi to kami sadamsa yang punipi pasoban to wawa dunia atau musakawai dunia di babawai tabang labang sayang atau misulalai amin ini untuk hal kita kapato mahita tu。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哈。Asakamuan tu labang。mahita tu。我小朋友都没有回答呢。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好。还一直到此结束，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非常谢谢大家了，那也祝福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谢谢，也阿赖不改。同学大家好。我相信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一个暑假的戏剧夏令营的一个成果展现。谢谢大家。Sa kapahan to po ulit, sa kumutsudan to po ulit, hay nito po kamo mga kukay. 从游玩的当中去学习如何建立自信。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一直到最后呢，都能很平安顺利。hadilah dia upah ini usul maupun yang saya ini ada 都把汉民的名字换成saya，给我 urip 的生命的是谁？在古农里。Orang Maya Mangan 就不是那个汉名，所以我才把我的名字换成saya Anak。文化好，我们刚5serangawan uban好。对一个，你觉得我又跟那个汉人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情人带哈，好，那我们也看情人带。好，念一次。Malazai kita mapu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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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zai kita mapulung mapulung kita 这样可以吗？但是他觉得有打到3枪，但是原来他打到旁边的飞鼠。
有月亮在流鼻血。有月亮在流鼻血。对，因为呢，月亮的鼻血很多，哎，然后呢，到他们的星球，所以呢就过来了。哦，就过，这是在右上角。雪山，雪山，雪山，哎，角色要抓出来。哦，这个剧本的角色可能有2到。就警察就我回家跟妈妈说。猴子在追我。哎，猴子怎么走路？猴子。他喝了酒，这个犯人半山枪警察正在路上临检，那该怎么办呢？与警察队的小帅大喊：“我可是你失散多年的姑姑。哎呀！没有，如果是我演的时候，我会怎么讲，你知道吗？我在拿那个手，不是没有手枪吗？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咔咔咔咔咔咔！看来老师也有那个三枪。对我也是有一点3枪的血统。哦，终于回到家了。校长哎，好想吃猪肉哦。我们这边好像有生吃猪。不要吵，就是要吃。啊！小心，小心！好吧，我还是去吃别的东西好了。米巴拉嘎斯，你耳机，后面是你耳鼻。来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也是学习的一个内容。好，小龙们，你模仿他的动作。好，还有呢？好，跟着细微的模仿他的动作。好。这个叫做观察力。你看，在许久以前，北部阿美族靠山边的部落内，住着一位名叫撒那的老爷爷。老爷爷一怒之下，叫部落的祭司施法。你们声音的高低，然后长短，力道、呼吸、顿点。好，OK。来，我们换下一个。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吃什么？你们有煮饭吗？没有煮饭怎么办？看看你们今天菜单是什么？5味9孔，麻油腰花，哦，佛跳墙，谁煮的5味9孔，麻油腰花，佛跳墙。好，第3个，大家跟我一起跳起来，佛跳墙。几乎每一场都爆满，300多个座位，有时候还要排队，没有椅子坐，然后就围在外围看。好了，突然想到很难过的事。难过要怎么办？哦，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多多练习。开始。最后我们的队伍，哎，掌声！哦哦哦右手，好，然后不能同
同时跟左手不能这样做，我只能说好一，好，你这个时候你的右手可以跟他1、2、3，1、2、3，1、2、3，开始。1、2、3，展演的练习以及下午我们要把这一出戏完整的拼凑出来。在写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些放进去。哎，然后你就讲说，更好，马丁呢？提出。然后他的最重要是每一个人你在戏剧里面都要讲。大猎人是该要。阿公要说什么？你是谁？有人在家里吗？耶，走了。没有演你的戏，你要站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哪里？哦，我看到了。我们现在听我来，找石头，是吧？好。我带了很多的内容来哦。好，开始。开始，风雨交加。没有。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我们今天全部把戏本的名单拿好，跟着老师念来。马丁，马丁能技术，就说你很会，你很棒的啥样吧？就说鸡马少，鸡马，伊照顾有嘛艺术，当啊，努，阿鲁班，阿努巴比嘟嘟很艺术咖米，还有问鲁大巴拉玛。阿吉很，伊照顾巴布伊亚扎。Maizek mizumu nami所以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织布的东西，织布的工具，一起念来。米沙纳杜达的努难古亨尼，古亨尼就是他们在制作织布的工具啊。好。怎么那么动作那么快？东西到底不见，不要找我要。好，等一下哦，有一个打巴 PPT 我认识，沙巴，好沙巴，好，可以，粘吧，粘一下。可是你这个是30公分啦，这样子粘，短的在这边对，所以我要先检查一下。好，OK， 要这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要动作了哦。好，沙巴杜萨，试试看，26条哦。抓好。对不起。为什么？找对付。可以吗？对。有没有？所以这个会跟上面的那个线会交错，有没有？天哪，这个。
你的什么多灾多难？你的线。去旁边。就是你的。好厉害哦！这可以瞧。比姐姐还高了。你的天就可以往下飘。沙迪瓦斯。老师是说哈，老师有会乱，对，所以了，好，包括你们橄榄，好，黑色，罗曼尼爱。先用那个针，然后把那个里面的东西挖掉。这样吗？你被吃到。来，这镜头要不要鼓励一下我们的村民们？如意，举高，这样拿到巴掌。又是霸掌。啊，我问你们哦，把你当了干么？有在那古阿鲁班。在哪是不嘞？开门的声音。上面那个是我本来的意思。看起来比较厚实。对。我像画太大。没有。Madinang tu patelat kami. Ui. Đi đâu quê đúng không? So, này cái mình chụp một kami. Hahaha. Malakap kaku. Makinan kami. 高日。它是哪里？舌头，舌头。 5、6、7、8、9啊，7、8、9好了，7、8、9这个位置是什么吗？哎，对，上2。声音中有没有震动？听起来好像有点不是很理解，对不对？一些声音有比较用力，对不对？那个用力就会让声音听起来比较灼灼。一个母音就是一个音节。 大家要记得哦。你很厉害，我觉得你很厉害。气从哪里出来？牙齿。对，那它一样也可以。它跟它的差。没有啦，没有，这两个不要一起发。这个呢？ 所以它就在嘴巴的正中间。为什么它在最中间？因为你的舌头当下是最方的地方。阿弟很一肉骨无奈背完哦。 Apa sai kabinet kamu
amanah tu bahana tu babalaki. Ini amin ina tengah yo. Murmur tu kami yo. Bayi kasigaran matinan tu madrasah kami. Isim matinan kisu. Tutuhan kami. Amanah tu pacici. Takuan kami. Hati-hati, bisa ku papui Eza. Madinang kami isa ko umat iso.可以骗人，不可以，农业假胚，再示范一次。Pagi, sekarang atau家长还有阿里娃娃、妈咪，main satu，也要都好kita。然后我们5天的时间，真的时间很快。Maalas PU ya, kamu sakit sangat hal,真的很高兴kami mewakili hal ini teman adik, 谢谢大家。真能让艺术看书写，大声能让艺术，艺术，大声能让艺术，大声能让艺术，大声能让艺术，3、2。